做完 HIFU 膏之後真係 firm 得咁緊要嘅喎。等我而家咧就帶大家去做一個本身要價值過萬，而家只需要488咧就可以做到嘅超筍高效美容療程。Let's go！ 咁我而家咧就去到 Oasis 啦。咁我今次療程入邊最期待嘅咧就係佢最新推出嘅 HIFU 膏。佢除咗有傳統嘅 HIFU 點陣式能量可以刺激筋膜層生多啲 collagen 之外咧，最重要嘅咧係 HIFU 膏嘅金剛線模式，會將生翻出嚟嘅 collagen 360度咁全面無縫索緊提拉。而革命性創新嘅金剛圈咧就可以將索緊咗嘅膠原網連同營養精華 lock 實鎖緊，咁就可以解決到平時做完 HIFU 會 keep 住乾嘅問題啦。咁去到第二步咧就係 Pico 4 Genius 啦，咁佢係全球唯一一部同時擁有3項 FDA 權威認證嘅皮秒激光祛斑科技，可以話係快、狠、準咁去除色斑。佢仲首創咗冷凍無針冰鎮色斑技術，咁佢就可以由基底咧去抑制黑色素嘅形成啦，可以阻止未來色斑嘅出現。咁我而家咧就完成晒所有療程啦，咁我會覺得塊面咧提升咗啦，蘋果肌飽滿咗，虎紋淡咗，而且塊面嘅色素啊、斑啊都淡咗，最重要嘅係咩啊？一啲都唔乾啊！而且我覺得咧佢冇平時我做高能量肌會咁乾，皮膚嘅膚色咧而家仲均勻咗。治療師同我講，做完之後仲有嫩膚同埋收毛孔嘅作用，大家睇下，我而家終於都信啦！大家都快啲嚟試下啦！